操他妈的，还是。今天不够嗨。哎，依依，你不用去陪阿妈，是不是啊？你阿妈不是比较好，你不去陪阿妈，你妈的你不够嗨。干，你有事吗？你有事哦。去你妈鸡巴了，干！几个时期吧。我手机很卡，对啊，就有时候要跳5G，有时候跳4G。不知道这样啊，对啊。大家网络好差哦。
关直播了。我的手机刚刚有表演分身手上小。真的饮料到了，什么饮料到了？什么东西饮料到了？你有叫那个饮料给我喝啊？那原来每一次我开直播，你就叫那个饮料给我喝干嘛？那乌鱼子好吃吗？好吃啊，好吃啊。真的快去领，真的、啊，你要叫饮料给我喝了，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什么收到、啊？真的嘞，真的嘞。喝什么？柳橙绿茶。谢谢啊，大飞，谢谢啊，大飞，谢谢啊，大飞，谢谢啊。这个也很好喝哎，很好喝，很好喝。哎，好好。怕我3八喝不够，不会啊，不会啊。大飞哥很大方，很大方啊！他好像这买第3次了吧？第3次了。谢谢啊，谢谢谢谢。我看我给你们养就好了啦，我给你们养就好了，我给你们养我就长大了啦。大飞人真好，对他人很好啊，人很好啊，他人跟那个刘大哥差不多啊，人很好，跟我姐姐他们一样啊，人很好。真的要出来总裁一下吗？什么意思？
爱你，看你查甫还查某的啊？你爱我，真的假的啊？你要当我老婆吗？要吗？你要当我老婆吗？你要当我老婆的话，你要先给我阿妈看一下。我阿妈如果说 OK 就 OK 啊。不要刷屏好不好？但你还在刷屏，他妈等下真的就是等下这个有封锁令。这个什么时候开屏幕？等一下就开了，等一下就开了，等一下就开了。哦，12点就开了，12点就开了。但你们两个是他妈七八，你们两个是认识的，是不是啊？操你妹的嘞！现场朋友看他们表演好了啦，看他们表演就好了。乌鱼子好吃吗？乌鱼子好吃啊，好吃。用钱买来的当然好吃啊。那出去再进来吧。为什么好好人不当？什么？你说什么？为什么好好人不当？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怎样嘛？我看我开直播聊天而已，我怎样嘛？我开直播聊天而已，又怎样嘛？爱到你啊！有爱到你吗？我开直播聊天会不行啊？
不能开直播聊天啊。好好聊天，好好喝酒，开开心心，对啊。嗨，晚上好。要不要开心的？很开心啊，好像每天蛮开心哦。你那屋是哪里买的？跟朋友买的啊？跟朋友买的、啊。有，我刚刚喝了，我刚刚喝了半杯啊，喝半杯了。嗨，晚上好。为什么要开柠檬 ？F 比较没有啊，柠檬比较好玩啊。柠檬的人比较正常啊。明天要爬房子吗？不用啊。那怎么没有喝酒？这样不像我，靠北哦，干每天都喝，你以为我超人哦，干。明天上班吗？没有啊，休假休到过年啊，休到过年。休假休到过年啊。
干你啊！恁爸是咧看恁娘，看恁遮，恁娘要笑偌久咧，干恁娘咧！对啊。哦。都是一些不正常的人。看你啊，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认为。去拍 A 片，看一下。我去拍 A 片啊！你认为我正常就正常，你认为我不正常就不正常啊？不要，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我喝一杯，我干掉，好睡觉了，我操！真的，看你有事吗？干你有事？真的今天很正常。看你啊，我哪一天不正常？我每天他妈都很正常。不能啊！你不喝我们会很无聊。看你娘嘞！要不然你来跟我双直播，你来跟我喝，你来跟我喝一下。你来柠檬跟我喝，好不好？你下载柠檬，你来找我，好不好？看要怎么喝没关系，好不好？还有很多朋友陪你，对不对？正常吃姜母鸭吗？是啊，是啊，你要请客啊，你要请客好啊，是啊。听说拍 A 片一天薪水好像20万，真的假的啊？干你娘啊，那么好赚哦？真的吗？拍一片20万，真的、哦？干好啊，那我拍啊，我拍啊，我拍啊，我怕。你怕我会喝输你哦？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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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啊，等一下，要先讲好嘞，你单身才可以啊！啊，你单身才可以啊！干你娘！你要有老公有男朋友的，你就不要来找我了啊！你不要来找我喝啊！你不要来找我喝啊！干你娘！恁别家恁对你也是爱对吧？对吧？恁别甲你壁咚你知？壁咚你知吧？恁别甲你壁咚，你也是爱嘞！恁别甲你抱起来，恁别就要出来困啊！你知吧？20万代价，一天必须做20次，塞恁贵啊！你干你娘！你当作恁爸小免钱的啊！你先准备姜母鸭，好，然后什么问题 ？OK 啊 ，OK 啊 ，OK 啊。啊，你要单身啊，你单身才可以啊！你不是单身的话就没办法，啊，就没办法。你就这样拍嘛，我这里推一个男主角，真的啊？好啊 ，OK 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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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OK。哥哥，你一天能几次？干你1次吗？女孩子就受不了了，好不好？1次女孩子就受不了了，干你不要说几次，好不好？1次吗？女孩子就受不了了。
男对手戏哦 ，fuck you 你妹的！看你娘，男，不然鸡巴妈干你女儿，你他妈你以为我双头龙是不是啊？你呀搞笑就搞笑。今天单身，明天就不知道。你呀温戏耶，你呀温戏无啊？还有安尼温戏耶，稳死了，稳死了。刚刚再补一点，还没放开，干你！喝啊，干下嘞！我跟你讲，我医生也说哈，如果你真的要喝，你可以喝一点，但是你不要喝太多哦，因为你现在的身体这样子，真的你不要这样喝哦，要不然我说真的，医生有说哦，要不然真的你准备要坐轮椅了，你知道？他怕我下半身没有办法动，所以他说，如果你真的坚持要喝，你可以喝一点点，然后你不能喝太多。哦，真的，要不然真的你下半辈子真的你可能要坐轮椅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敢喝啊，我会怕啊。不是啊，如果可以喝到死掉的话，是啊无所谓啊。干你啊鸡巴妈喝不死你娘，我坐轮椅，干你娘，我家人还要顾我，对不对？哦，对吧？医生骗我的，我的娘了，干！没有啊，我这个已经伤到已经快要延到这个腰腰椎这边了啦，现在已经从肋骨痛到后面，然后已经要到那个腰椎这边了啊。所以医生说，看你再这样下去，我跟你讲，你真的啦，你熬不好气囊，你要坐轮椅啊。干你娘！我说真的，他妈我坐轮椅啊！如果说真的，干我要打炮，他妈鸡巴我连摇都没办法摇，看见鸡巴我妈的我这辈子妈我看见我干脆自杀就好了，妈的嘞，对不对？看见要不能打炮，他妈鸡巴我自杀就好了，看我要活着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对啊，要是你没打炮，看应该现在公共哎。妈的，干你娘！我还想要打炮，好不好？真的啊，我还想要打炮，好不好？不要这样，买一个外劳老婆来照顾我，啊，随便都有啦，随便都有。医生是嫉妒我有好酒量，干你啊！医生他妈的，你知道医生问我说，啊你一天都喝多少酒？他都喝什么酒？我说我都喝高粱跟啤酒。他说啊都喝多少？我说不一定。我说有时候啤酒1、2箱，啊高粱有时候3支到5支。他说我的酒量很好哦。哦，看你娘！你娘妈听到这句话，你娘的卡位都愣起啊！你娘奇哀嘞！看他是在夸奖我，还是他妈的嘞？我不是惊死，你知道吧？你娘嘞！我是真的呢。医生跟我讲说，看你真的，他说你真的，你再这样喝下去，真的你要坐轮椅了啦，真的啦。你娘不鸡巴没听到这句话，看你娘我还敢这样喝，看你娘我你娘我。我的超感激，干，我都笑了。
对不对？虽然说真的干，对吧？你别瞎想那么强，对吧？对不对？干你啊！我最怕什么？我最怕我懒觉不能用啦，真的啊，对不对？哎呀，找我对我讲，干你娘！啊你，原来你原来你下半身残掉了，他妈的懒觉也不会硬的，干你娘！哎，查某对我就辛苦啊，你知道？对啊，干你啊！你唔知逐工你俩用手来哦，干你俩鸡巴你没手会酸呢？哈，我的手会酸好不好啊？啊，好啊，换个布啊，好啊。干你俩你要手来哦，你俩是查某咧爽啊，不是你袂咧爽的啊，对啊。干你俩我嘛需要爽好吧？我嘛爱爽好吧？恁别抓袂出来，恁别脾气是介歹呢，啊？对吧？干你啊！我抓出来是还好呢，啊我抓袂出来，你听我甲你讲正经呢，啊你别生气的，你知吧？啊，是讲干你娘嘞，干你啊老母来拢无落抓呢，是吧？啊你娘你别做突然的，你知道吗？知道？我很恨我自己，你知道吗？然后这家就对了，个性抓回来，啊！医生说你腐烂，你别，真的啦！干掉我跟你真的医生这样问我的啦，真的啦！你有抓吗？一直嘴，一直抓。哎，你也奇怪的，恁爸无甲你抓，你也奇怪是爱看的啦。真的嘞，我说真的哦，可是哈、我每一次啊，真的啊，我这几天啊，我去医院啊，那个护士小姐看到我哦，真的啊，对我特别照顾，你知道吗？我有遇到2个，她说你是不是那个网络上面那个红人？我说没有，我说你认错了，我不是。他说对啊，可是我看你跟他长得好像哦，你明明就是。哎、他说，哎、真的，我们都有在看你直播哎，害我都看你俩，哎、反正哎，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干我啊 QO 脸红红，你我就拍谁啊你？医生护士有说先去尿尿吗？那个护士啊，那个护士看到我，他拿那个尿尿的杯子给我，要验啊，你知道吗？拿了他妈你还会发红，你知道吗？想说，干你啊，你看，别干你啊！你是他妈你想要看日式啊，还是怎样啊？
哦，我妈的，干你娘还在痛，他妈我等一下要吃药了。看我旁边都要准备药，你知道吗？等一下我要吃药了，等一下吃药，要吃说真的啦，我现在遇到那个女孩子有没有要跟我讲话有没有？她说，我都跟他们讲说哦，你们要低调一点千万不要让人家气头汪喽我也跟他们承认，我说我是渣男我是渣男。他说没关系，我们就喜欢渣男真的拥有过就好当然如果可以长久更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跟我长久，对不对？我们就拥有过就好。干掉我听到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吗？干你俩要干他也不是，不干他也不是，你俩嘞，你知道吗？我说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就好了啦，好不好？对啊，你把你的贞操留给你深爱的男人可以照顾你一辈子的男人，不要留给我这种渣男，对不对？好不好？好不好？我现在在网络上面，我承认我渣男啦，好不好？我渣男，好不好？我渣男，没有啊？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拿一只手机正常的真的有的人他没有在去投脸书，他在去投那个 YouTube 的他滑着，人家也会看，对吧？而且你有入租吗？以前有现在没有没有。所以我去到哪里的时候，我都一定会戴口罩，我都一定会戴帽子。你俩奇怪，你俩要不然真的，一出去真的，干你俩嘞！每个人都妈是开始看，有的还会来找我照相，干你俩！你知道压力很大，呢，你知道吗？看我说我都不太想出门了，你知道我真的不爱出门的。真的真的我出门我出门都要戴帽子，真的，我出门都戴帽子。